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鲜读书台头先就来报连载。有技术做过2档疫苗，也是念到Delta变种病毒，基础监管的检疫措施也变更较严格。另外，第7轮注 AZ 疫苗延长2天到9月10日。对9月开始禁止用喷气滴，不过越南民众伫咧网络顶头卖月饼、买水饺，这款物件拢检出非洲地这病毒，而且这款物件也拢世界拖路。今仔日伫总统府举办台湾英雄凯旋 Party， 总统蔡英文接见当家奥运选手，也强调运动员的黄金计划继续推动。新闻一开始，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的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有5个带病入境，另外有1个人死亡。另外讲到咱国内最近出现头一个技术做过2档 AZ 疫苗了后，也是染到Delta变种病毒情形。指挥中心宣布讲，对9月15开始，基础监管入境了后，检疫措施会变更较严格。指挥中心另外也讲到，第7轮注 AZ 疫苗时间是延长2天，变作是9月7到10日。国内新冠疫情确例已经连续16天，本土的病例数降到9位数。9月7日新增加病例数是6例，其中本土1例。关岛长境外移入的确诊数变较多，有5例，分别是来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2例，奈及利亚、尼加拉瓜甲美国各1例。另外新增加1名死亡的个案。指挥官电视中公布确诊个案1606，中央航空的技术病毒基因定数。检查我们基因的定序是 Delta 框列的人的裁剪26例阴性的，这26例里面有12例列在居家隔离，那有14例列在自主健康管理。这50多岁技术8月27对美国的芝加哥返来台湾，6月8日就注射2剂 AZ 疫苗，而且注射了后满14天也是去挖到这病毒，而且验出来是 Delta 病毒株，成为国内头一个技术突破性感染。指挥中心宣布，对9月150时开始，会实施更加严格检疫的规定。就算做过2剂疫苗，也要先特殊检疫5天 ，PCR 采检阴性才有法度出来，并且要进行9天的加强自主的健康管理。检疫的规定更加严格，防护力都是下降的。只打1剂，原则上是确实是不足的了哈。那即使打2剂，大家也是看到还是会有这个突破性感染的现象出现嘛。另外，头一批90多万剂 BNT 疫苗由卢森堡客运航空 CV7962来载运，对卢森堡起飞。中间的停伫亚塞拜然首都巴库，原定车暗时9点半到台湾，不过因为班机有延迟，有加车日暂时7点半到桃园机场。那这个 BNT 疫苗大概要明天的清晨才会到，那飞机已经起飞了。另外，指挥中心表示，第7轮的 AZ 疫苗注射除了增开有效的对象，也延长注射时程。对象是也未注射过疫苗23岁到28岁民众。开放有效是初3早起10点到初4下晡6点为止。延长这个注射时程是初9到12为止，会看疫苗供应的机程来调整场次。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到8月25为止，国内出现51件注疫苗了后出现血角的案例，其中有48例是注 AZ 疫苗的。伫咧家人有一个查甫人7月19注 AZ 疫苗了后，才出现血角脱血管的情形，送到家护病房抢救，才法度活落来。不过，这个医疗费用却是惊到人。对，现在就是他不能走路而已。家人一个53岁占先生，也咧普通病房做治疗。伊7月19甲因牵呢做完 AZ 疫苗10天了后，骹手麻所以去病院割急诊。病院讲是有血角的关系，后来佫出现气裂气，无法度喘气，送去加护病房，要 ECMO 抢救9天才医治。遮尔大医疗负担，互因牵手是记载袂掉，所以召开记者会，希望政府斗3天。我还跟我儿子讲，你先不要打，因为我承受不起第2个，知道吗？柯太太怨叹讲，这个期间敢若收到一管事寄来批，甲因讲卫生医疗单位伫8月初4通报疫苗不良事件，也若经济负担的部分，基隆市卫生局表示已经协助家属申请药害救济，嘛有甲因关心。另外，真理大学的教授兼人文学院院长陈启文7月20日嘛捌注过 AZ 疫苗，30伫台南玉井雄死亡。警方表示，初步相验的结果，死亡的原因是心肌梗塞。针对这点，家属是无其他意见。目前已经把遗体领倒转去，准备要办后事。也若根据国内疫苗不良反应通报的资料显示，最近这1礼拜，血角合并血小板问题患者人数是比顶礼拜加30例。
那到8月25号的时候，国内总共接获了51件的疑似这个 TTS， 那其中是已经有17案，就是专家会议已经审议通过确认哈。那48件是接种 AZ 疫苗。进前桃园一个44岁姓温的男性，8月23注高端疫苗，2天了后雄雄死亡。指挥中心顶一日公告死亡的原因是冠状动脉硬化性的心脏病合并心脏脱气，不过家属无法度接受这个结果。是不是没有打？虽然是有慢性疾病，但是人是不是都还好好的在？这个姓温的男性因家属讲，政府伫互民众注高端疫苗进前，都要说明好清楚，若有慢性病注疫苗可能会造成的风险。针对这点，桃园市社会局表示，会请卫生局或者是相关的局处研究后续处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去年5月中，伫台北放假发生地管群组感染事件，台北市政府和台北的医学大学，也有台大公卫学院做伙来合作，要来做一个血清抗体研究。这项计划也得到卫福部和人体试验伦理委员会同意。市长郭文德表示，会锁定放假，是因为伫咧遐有较侪感染人数，希望讲这个研究的成果对防疫有帮助。5月中，台北市艋舺区的地势爆发互相烧话，拖到上北，正做疫情的重灾区。艋舺一度被列做热区。台北市政府会甲台北医学大学、台大公卫学院合作，伫艋舺执行血清抗体研究。预计受案的人数大约是6000人，追踪6个月。7月22得到卫福部疾管署同意，8月31也通过人体试验伦理委员会审查。如果他在那个地方感染很少的话，不容易得到有效的统计数字，所以不可讳言的万华的确是感染数比较多。将来真的要打第3剂的时候到底是多久以后才需要打？这个都很多数据。台北市血清抗体研究会对着台湾新冠肺炎误拍死亡率来找出社区中温床的乌素。研究感染过、注过疫苗了后的抗体变化情形，会用照出来看一下，调查是毋是破空。上主要也是要了解什么时阵会使注射第3剂疫苗。6个月的研究期间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样子的变化。这个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很精确的数字，让我们知道我们需不需要再追加第3剂，或者是我们在疫调的这个作为上面有没有什么还可以精进的部分。到底参加研究的台大公卫学院院长詹仲宽坦白讲，受案的人数6000人也是伤少，人数甲区域所在拢要来增加。像英国现在大概每天就收他们大概6、7万人在持续在做这个血清抗体，6000多人还不算多。了解全国的一些状况，我觉得还要更大规模。詹仲宽表示，世界各国拢在推动血清抗体研究，拢在进行中。除了找乌素，也追踪疫苗效果，甚至未来第3剂疫苗是不是应该爱注，拢是重要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公费疫苗的注射名单，第2类拢是一寡防疫官员。不过，伫咧彰化县就8200多人，是全国上界济的所在。婚姻馆也有5500人左右是第2济，而且全国有真济民众还未注到头一档，有人伫咧批评讲，这寡人拢是插队的。不过，彰化县卫生局表示，因为有甲认长算入去，人数才会遐济。国内即马继续咧注疫苗，通注射的对象年岁也愈调整愈少岁，所以来 BNT 疫苗也要加12岁到22岁的少年人列入去先注射的对象。不过，伫公费疫苗优先注射的名单内底，有第2类的对象，彰化包含林长在内，加强提报8238人，是全国上济，也互部分的民众质疑讲，这无公平。无公平就是插队的行为嘛。无少年人才是青壮主力呢。咱伫社会咧拍拼嘛，拢这些人咧从事生产，有这些人先做。里长打应该是算公平的，因为他们要服务里民，要四处为里民服务，所以应该是算是公平的。不过，有民众认为，认长的人数无济，也是为民服务，列入去优先的对象算是合理。彰化县的卫生局解释讲，全县有9000位认长，因认为也符合防疫的第1线人员，所以才甲认长列入去第2类内底。因那提报的人数第2济婚龄，有5499人。婚姻管护表示，一切拢照中央的规定来填报。我们也把乡镇市公所的防疫人员以及县府人员，他们去支援快打站、快筛站，以及村里里长这种在第一线跟民众接触去协助防疫的人员，都申报在第2类。所以在这个人数上面，
才会有这样的呈现。云林县府解说讲，各县市的政府来报第一类甲第二类人员的时，有无同款的考虑，会甲林长列入去第二类，就是认为林长甲船长、里长、佮传理干事同款，拢可能接触到隔离或者是检疫的对象，而且第二类的人员，毋但是地方的官员，佮包含真侪人，第一线的外勤员警也包含在内。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唔但爱对抗武汉肺炎，即马阁爱对抗非洲地质路。对9月开始，全台湾禁止用喷饲猪1个月，要来阻挡非洲地质疫情。今仔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来到新竹视察，伊也呼吁猪农千万着要配合，只要任何一间饲猪场出问题，全国的猪肉介绍含出口拢会受到影响。穿规身躯防护衫裤，下底嘛着经过消毒，才使踏入去猪场内底。全国禁止用喷饲猪的头一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来到新竹，呼吁猪农千万唔通用喷来饲猪，若无非洲猪灾疫情失去控制，影响会真大。任何一场都不能沦陷，只要一场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全国就是非洲猪瘟的疫区，不止猪肉不能出口，可能整个价格产销完全受影响。另外，针对这个月随后喷水的处理方式，农委会讲会甲环保署讨论，甲每工1200活动的喷水做适当的处理。因为它会流动到在各地，那如果野猫野狗那吃到了，也会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畜牧场，所以我们是配合环保署，会把每天这样的一个事业废弃物的厨余，跟家庭收的废弃厨余送到环保单位指定的地点来一起把它处理。农委会提醒，对初一开始除了饲料补助嘛有罚则，若是发现有猪农违反规定，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进行处罚，一定要做好防止非洲猪灾的工作。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伫咧高雄，进前有查到对越南进口的猪肉制品验出非洲猪瘟病毒，也查到民众透过网络买的黑人水饺，同款验出非洲猪瘟病毒。甚至有一位过来台湾的越南负责人，伫咧网络顶头卖越南的月饼，同款是有问题，而且这款月饼已经销出去了，卖到台南、台中这块所在啊。冰脆玻璃弄箱啊，内面全部拢空的。移民署高雄专勤队25号来到前镇区这间徛街所在，结果伫灶卡内面找到6粒的越南月饼。那你月饼是跟谁订货的？这名越南籍何姓女子2年前过来台湾，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卖伊买来的越南月饼，一粒160块，销量非常的好。现场只有剩6粒月饼要家己食，专勤队送验了后，结果月饼内面有非洲猪瘟的病毒，追查袂去倒位，除了伫高雄，阁销去台南、台中，分别在高雄、台南及台中等地，共查扣16颗越南月饼，计3.7公斤，多本账册、托运单及犯案手机等证物。本队将越南月饼全数送至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检验，结果竟验出非洲猪瘟病毒。另外，高雄警方嘛接到线报，查到一名伫烧腊店上班的越南籍2岁女子，对网络买来用面皮、黑人和猪肉做成的黑人水饺，经过动保处检验，嘛有非洲猪瘟的病毒。本市共查获送验有23件检体，其中有4件为非洲猪瘟阳性反应，其余19件为阴性。在此要特别呼吁民众切勿至国外走私、网购非不明来源的食品。进前高雄市已经查到荷叶包肉、猪肉是有非洲猪瘟的病毒，搁再查到黑人水饺和越南月饼嘛有，要继续扩大追查来源。记者李小吴、焦管高雄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中有一间海产档，内面有人客伫遐用餐，却因为坐共底桌啊坐了伤过晚，去互内客早的卫生局官员看到，就甲店家罚3000块。不过坐伫咧共一个桌啊，真歹用隔板甲因隔开，而且这椅啊也毋是固定条的，若准人客毋听口劝，敢若罚店家，安尼敢有公平咧？一般炒菜上桌，疫情管制降级了后，未少民众选择店来用餐。不过顶个月13，台中北屯这间店有一家伙仔来用餐，10个人坐，桌啊敢若3个人坐。拄啊拄到卫生局稽查人员到现场，伊无落实梅花座，也是隔板，当场罚业者。过程拢互店内监视器翕来，不过安尼罚业者感觉真无奈。上菜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就靠在一起吃了。
刚好那个防疫人员的来检查，讲恁遐安尼袂使坐收我。我讲我都没法做安尼，佫坐收我也袂使咩？应该也要隔一个距离这样啦，爱就开落来啦，开单安尼啦。一般餐饮若是西式套餐，还是中式个人火锅，业者较紧用假棒还是梅花座来做防疫规划。毋过中式合菜圆桌啊，毋若讲较歹使用假棒，伊也嘛毋是固定的。台中无依照中央指引，互一家伙共同用餐，引起议论。这个对店家而言，确实是有一点点，就是比较吃亏一点点，因为其实店家也是按照所谓的政府的防疫指引的规定去做遵循。我觉得，罚店家不罚顾客，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公平这样子啊。餐饮业有义务要提供，例如人数的控管、梅花座、同桌的人要保持安全距离，但是进入消费的民众一样要遵守相关的防疫措施。所以我们会视今天违反这个防疫措施到底是民众还是餐饮业来作为具体处罚的依据。台中市政府认定业者无用假棒甲梅花座扭开1.5公尺的安全用餐距离，开出3000块的罚单。业者表示真无奈接受裁罚。因为万一若是罚到民众，自家去唔来交关，最后损失也是头家。不过市政府认定的标准无同，可能也无法度互民众无话讲。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政府所规划振兴5倍券，各部会也拢提出家己方案。民进党的立委伫咧早起表示，教育部的动资券今年是比去年减少200万分，减少上届多。不过讲到文化部的艺放券，虽然是同款是600块，去年有275万分，今年却是增加到300万分啊。疫情降温，各行业拢担要做生意。行政院规划振兴5倍券，按算10月开始用。各部会嘛推出加码方案，希望协助各产业。民进党真侪立委早起联合召开记者会，盘点加码券，发现教育部的动资券去年发400万分，今年到发200万分。每一张拢是500块，是去年嘛有的加码券4种内底总金额减少上侪。动资券的部分要加油加油加油，真的砍了太多了。安心旅游合拨的金额去年是94.3亿，那今年用国旅券只有20亿，120万份。一份是1000元，总共是20亿，这个真的要交通部再去做一个思考跟滚动式的检讨。文化部艺方券去年发275万分，今年提悬到300万分，每一张同款是600块。客委会客庄券去年发28万分，每一份是800块，今年增加到40万分，但是每一张煞减少金额到500块。农委会农友券去年发500万分，今年甲明年会以2阶段发，总共是146万分。纾困再加码，务工有办法。后疫情时代，阁有袂少行要求爱有条件开放的行业，想要完全复业，煞一直等袂到，该当忙纾困，帮助因渡过难关。纾困的预算，即马460几亿，已经规划98%左右啦，所以剩的钱嘛无济。那必要的话，咱是先替因想办法嘛。第一，当然想办法互因复工。在纾困的加码的部分，目前经济部这边也在规划当中。好，那后续的话，我们会依行政院的指示来办理。真侪立委呼吁行政院应该爱继续来盘点资源，推出纾困5.0，把钱开伫应该爱开的所在，好受到真严重冲击的行业会当得到纾困的资源。记者郭灿台北报道。讲到放无成假的民众，搁再增加出来啊！也因为交通部这个要互这个旅行社的纾困也已经无啊，开始向劳动部通报无成假，大约有8000多人正在减班休困。这礼拜有4800多间的公司，大约有58000多人在放无成假，是疫情爆发以来上界严重一届。往澎湖旅客请由12号登机门。国内疫情转好，松山机场国内线飞离岛澎湖的航班，为8月底下1月假日到9月初平常时啊，拢出现客满情形。民众把握休热上尾的时阵，享受海沙堡海景，袂少旅行社嘛趁机会杀套装行程。不过目前航班开的是无偌济，游览车阁有每车20人的人数限制。旅行社也是辛苦的经营，敢希望卖倒去。我们还有基本的水电啊，
房租等等的开销。大概啦，像我们这样类型的，大概都1个月都还是要付到20-30万。交通部的纾困已经结束啊！这间伫上港路的旅行社，今年8月改实施减班休困，用老本来给付员工的基本薪水，村内的薪资差额由劳动部来补贴。类似这种的情形的旅行社真侪，所以劳动部公布减班休困的企业，先关到4822间。劳工人数58731人，经数是创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人数是创下5月本土疫情爆发到即马最高点。这次的话，其实有比较增加明显的是在资源服务业，那这个业别里面最多的大概就是旅行社。交通部之前有一个纾困专案，到大概7月结束，那这段期间的话，大概8月以后，这段期间就增加的比较明显。我们目前的话，因为配合中天在出发，所以呢，它有配合减班工时的部分，所以大概上班的时数就是以一半为主，所以对我们来讲，目前也是一半分流，一半居家上班。劳动部指出，餐饮大数虽然占这礼拜减班休困的4成2，不过高峰期已经过啊。目前是旅行社所属的资源服务业新增加上济。旅行业者是讲，游览车载客量限制呢，这个无放零。今年呢，做政府阁无推出安心旅游方案，所来可能爱个裁员来缩减掉人事开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以色列，伫咧1个月前开始甲老大人注第3档的疫苗，最近搁再开放12岁以上的学生囡仔会当注意风声。不过伫咧8月31，因一天的确诊人数数11000人遐尼多。另外讲到巴西，甚至有团队伫咧研究蛇毒来控制武汉肺炎病毒。为了防止新冠疫情拖开，各国加速疫苗注射比例。以色列全国有超过6成的民众已经完整注完2剂疫苗。各位7月30开始，予60岁以上的老大人注第3剂 BNT 疫苗，而且豆豆开放过年会去注射。最近因为要结束休热，开始允准12岁以上的学童注射。So we went here with my wife to take the first shot of the vaccine today. Actually, as soon as it was open to us, we just took an appointment on the application and got here. What is important to us is get back to a kind of normal life. 以色列疫苗注射率高个紧，也过研究发现，注 BNT 疫苗的人体内抗体每1个月会下降40%，无法度真有效的防范。8月31一天的确诊人数就达到10947个人，创下一天的确诊新高，比正月18 10118例更加严重。而过去7天的确诊甲病死的平均数值，嘛是2月以来的新高。为了阻止病毒继续拖，巴西向以毒攻毒的方向来做试验。而且，伫个国际分子科学杂志面顶发表研究显示，摩托辐射的蛇毒内底有一款分子成分，会让予新冠病毒的脱生率降低75%。A gente conseguiu ver que os peptídeos eles não só inibiam o desenvolvimento do vírus in vitro, né, dentro da célula do modelo, mas também a gente conseguiu ver aqui em São Carlos que ela conseguia inibir uma das proteínas que é 这款分子特性就是抗菌，会当伫实验室内底做出来。目前研究人员嘛对无共剂量的分子做研究，看是毋是会当阻止病毒进入细胞。而在研发出新的防疫药物进前，注疫苗永远是防止病毒的上有效手段。欧盟执行委员会伫31宣布，目前欧盟内底有7成的成年人，等于是超过2亿5千万人，已经注射完整的2剂疫苗，达到年初设定的目标。只是数据嘛显示，依然有疫苗的贫富差距，部分国家像保加利亚、加罗马尼亚，依然也未达到这个目标。国际新闻台是唐炳益。讲到美军脱离阿富汗了后，塔利班经过20年重新执掌阿富汗的政权。不过，因国内经济、外交人才拢有欠点，恐惊要来安定民心无遐尼简单。而且 ，ISIS 起不时的恐怖攻击，随时威胁到塔利班。美军全部脱离，民兵武装组织塔利班，经过20年了后，重新掌控阿富汗。不过，接落来爱面对的挑战，哪才等要开始。خلق په تشویش کې دي نو که دوی کوشش وکړي چې د خلکو د کار موقع مساعده کړي او تعلیم او تربیه کار شروع شي خلک بې تعلیمه دي او کار ته نه دي تللي او بیکاره بېروزګاره ګرځي。
塔利班伫人权方面不良的记录，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甲世界银行宣布暂停对阿富汗的资金援助甲贷款的计划。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0年国际援助的部分都占阿富汗全国 GDP 的43%。目前塔利班无法度摕到伫美国的阿富汗中央银行储备资产，公部门的员工领无薪水，加上战争甲天灾，国内目前食食嘛无够，恐惊会爆发规管人道主义的灾难。Please let the women to go to job, please do what you promise. 头一个面对面采访塔利班发言人的新闻女主播已经多忙去卡达。虽然塔利班2.0讲执政会采取温和的路线，包括尊重儿童甲女性的权利，不过袂少人也是真怀疑因讲的话，对未来无确定性，互济医疗人员、工程师、甲受过教育等等的高人拢离开阿富汗。امارات اسلامی افغانستان به نمایندگی از ملت خود باز هم می‌خواهد که با تمام دنیا روابط حسنه داشته باشه، روابط قوی دیپلماتیک داشته باشه. در این زمره آمریکا هم آمده میتونه. ما می‌خواهیم با در آینده با آمریکا هم روابط خود را پس آهسته آهسته حسنه بسازیم از راه‌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各国伫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喀布尔的大使馆是拢关起来。阿富汗伫外交防孤立，就算塔利班一直甲中国、罗西亚、甲伊朗等等的国家联络，不过目前伫国际上也未承认因的政权的合法性。要安怎得到国际的认同，嘛是塔利班爱面对的问题。趁各国当地无用特例的行动，喀布尔、喀布尔机场发生2件自杀式的炸弹攻击，讲代志是因做的 ISIS-K， 因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分支，甲塔利班同款是强硬逊尼派。不过，因认为讲塔利班甲美国签订和平协议，已经是反背教义。ISIS-K 的存在，袂输是随时都会爆炸的炸弹同款，和阿富汗的未来是无米兼论月。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美军脱离阿富汗了后，美国总统拜登31日咧白宫发表不到30分钟的演说。拜登俄罗脱离行动是非常成功的，撤军完全符合美国利益。不过，根据上新的民意调查，有不到69%民众认为拜登政府伫阿富汗的任务是失败的。We completed one of the biggest airlifts in history, with more than 120,000 people evacuated to safety. That number is more than double what most experts thought were possible. No nation has ever done anything like it in all of history. 拖20年的时间，造成美军20744人受伤，2461个人死亡，也甲2条3000万美金天价开销。所换来是当初共一批造反派中将政权，也甲美国人对唔结束的阿富汗战争失去兴趣。拜登31日伫演讲中指出，伊拒绝国家美国一直代送去早就应该结束、无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战争。We've got to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To me, there are two that are paramount. First, we must set missions with clear, achievable goals, not ones we'll never reach. And second, we must stay clearly focused on the fundamental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拜登阁再一次批评无这个能力抵抗塔利班进攻的阿富汗政府，阁将美国甲北约盟军行功撤退，拢怪伫阿富汗政府的身上。对国会共和党阵营批评这是美国史上上界大的军事失败。拜登也批评前任国家领导人川普，讲去年甲塔利班达成的协议，释放塔利班高层领导在内的5000个犯人，才会造成无法度改变的大错。So we're left with a simple decision. Either follow through on the commitment made by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and leave Afghanistan, or say we weren't leaving and commit another tens of thousands more troops going back to war. That was the choice, the real choice, between leaving or escalating. I was not going to extend this forever war, and I was not extending a forever exit. 皮尤研究中心31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54%的美国人支持撤军，不过69%的民众认为拜登政府的阿富汗任务失败。ABC 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38%的美国人赞成拜登处理阿富汗的做法，59%的人无赞成。NBC 8月2日所做的拜登施政满意度调查，满意的降到49%，无满意的达到48%。不过主要因素不是阿富汗，是 Delta 疫情传开的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韩国国会通过电信商业法的修法，禁止 Apple 和 Google 这寡大型的科技公司强制一个 App 开发者使用因家己的支付平台，目的就是要避免支付平台去互规划放弃。另外，韩国也通过医疗法的修法，未来伫咧病院的手术房内面就要装一个监视系统，确保医生和病人权益。 개정 법률안 대안은 가결되었음을 선포합니다. 韩国国会8月3日通过修法，禁止主要 App 商店营运商，亲像 Google 加苹果，强制软体开发者使用因公司的支付系统，会有效来阻止营运商向开发者收取另外佣金，全盘来操控行动支付市场。 苹果公司甲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这科技大公司，因为要求软体开发者爱使用因的支付系统，并且以此收上悬30%佣金，引发全球批评的声音。这摆韩国修改电气通信事业法是头一个通过这类的立法，向科技大公司开导的主要经济体。这个修法伊阁被称作“反 Google 法”。 188位出席的议员，以180人赞成，无人反对，8人弃权，压倒性来通过这修法。除了通信的法规，为了因应现代社会医疗纠纷定发生，韩国国会8月3日也表决通过医疗法修正案，规定病院的手术室必须安装监控的设备。不过，一个翕手术的画面，爱伫个司法机构的要求，也是医病的双方同意之下，才使来调看。 这摆是安怎会来修法？是因为在2016年，一个男性的大学生全大西，伫首年一间美容整形的诊所接受手术了后大失血，昏迷49天了后不幸死亡。后来发现实际为开刀的医师根本就无这执照，也就是俗称的幽灵手术。加在当时有监控画面还原这真相。 의사로서 지금 현재 한국에서는 수술실 CCTV가 반드시 필요한 시점이다. 그 수술실 CCTV를 통해서 유령 수술, 무단장기 적출 수술, 각종 성추행, 성폭행 이런 범죄들을 막을 수도 있고, 그리고 어처구니 없는 상황에서 벌어지는 그런 의료 사고들 또 상당히 많이 막을 수 있다. 这项修法遭到大韩医师协会反对，认为破坏对医师的信任，妨害病人的私密权，也让医师唔敢冒险执行救命手术。不过国会最后议员以135人赞成，24人反对，24人弃权通过法案。正做已经开发国家的首例，法案颁布了后会有2年的宽限期。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 咱台湾的选手伫咧东京奥运摕到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今仔日伫总统府也举办台湾英雄凯旋 Party， 总统蔡英文也有接见到选手、教练、战破等等的情权。蔡总统表示，培养体育选手的黄金计划一定会继续落去。 东京奥运了后，咱国代表团头一摆合体，要到总统府觐见总统蔡英文。选手坐着列车到位，行伫总统府头前的红地毯，敢若亲像星光大道。就算无民众伫拍破欢呼，看到两边的 LED， 出现民众的加油甲祝福，及时的信息，只有感谢。希望可以继续努力，也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是很感动，因为毕竟替台湾还有国家参加5届奥运会，那。 其实我觉得回到家还是真的感到非常温暖，因为毕竟自己20几年来都一直在国外比赛，那还是回到台湾还是一个感觉，就是回家真好。大部分的国手参加过2017台北世大运，也是2018雅加达亚运，毋是头一摆来总统府。不过，这摆台湾英雄胜利倒来宴会气氛比以往轻松真多，开场也找来去年金曲奖的得主，阮厝边的歌手阿宝现场来演唱 Thank You。 也过线啦，行政院长甲副总统以及总统来致辞，选手就算面上有笑容，又搁倒来到专心听讲模式。蔡总统是一一讲到这摆奥运选手的表现，也搁在疫情之下安怎来振奋人心，也讲这个黄金计划会继续落去。迈向2024的巴黎奥运，黄金计划将会持续下去，国训中心也会继续升级。对于选手跟后勤团队的支持，我们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亚洲练女神高雄纯代表上台致辞时，想到征战奥运的时阵，也忍袂了后甜。在这里也要谢谢所有的选手，就是非常无所畏惧的站上奥运的舞台，用非常拼的那种拼劲，带给大家在疫情之下可以有那么多的力量跟希望，然后也辛苦你们了。
咱国代表队以2金4银6铜写下参赛以来上好的成绩，安怎卖互同学只是一时的，互更加侪人来关心重视体育。也教练吕成讲，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选手，互咱的选手啥物拢唔惊，徛上舞台，互世界看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在咧2022年要举办冬季奥运的资格赛，选手也已经开始伫咧准备咯。带观众朋友来看咱台湾唯一一个查甫雪棒选手林欣荣，虽然无练习场地，不过伊长期拢伫咧国外训练，参加大小国际比赛，而且也透过运动科学训练，希望讲有机会去拼冬季奥运。一个冰车顶员向前骨速度减10招，台湾史上第一回掘进世界杯冰车比赛，搁伫2019年得到亚洲冰车锦标赛金牌。林欣荣甲即马依然在练习，征战国际大小赛事。我的战友原本从4个，好像有史以来最多，然后变成就是剩我跟我学长2位。那这些东西都是对我来说，或是对台湾来说，都是一个很新的东西。10月中旬就是要准备出去比积分赛，12月多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机会。在雪类运动资源相对欠缺的台湾，林欣荣一直坚持训练，希望争取2022年冬季奥运资格赛的参赛资格。即马搁加入大脑神经回馈训练，希望能帮助家己达到训练上好的模式，补强环境受限的情形。我们这个运动其实是很需要心理素质非常强大的选手，但是基本上台湾或是我的环境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会对我非常的有帮助。那穿戴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脑波的录制。在脑波期，训练师为选手讲解课程内容，搁做脑波分析。这套大脑神经回馈训练，在欧美国家的运动圈已经真流行。不过，台湾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业者引进相关的技术。每个人可能在脑区的运作都会不一样，对，那我们就是把这些过高过低的地方调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达到某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给予一个回馈。那这个回馈的话，可以是声音，可以是画面。比如说，有些人是比较关注在自己的呼吸，或者是想象自己成功的画面。以运动员来讲，在体力加技术以外，抗压耐压性也相当的重要。经过脑波分析，能看出不同款脑区和身体反馈，所以要训练选手维持大脑稳定，进一步提升比赛时阵的表现能力。相关训练技术除了运动选手以外，也适用伫困眠品质、情绪调节这领域。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劳工的部分。伫咧台北市有一位百货公司的店员，进前捌染到武汉肺炎，就算即马已经复原啊，头家也是不准伊来上班。经过半个月后，虽然有同意去上班，不过百货公司的管理部门却是一直甲伊刁难。就算讲要来申请离职，也唔愿互伊申请非自愿离职，落尾伊就向台北市劳动局申诉。我现在都已经好了，我也有 PCR 鉴定。我只要求一个工作权，一个工作权有那么困难吗？这个小姐进前伫百货公司做专柜小姐，伊目屎甲咧讲，伊伫工课场受到歧视甲无平等的对待，因为进前捌确诊新冠肺炎，互员解除隔离了后，想要搁转去上班，煞处处去互刁难。我都被封杀了，我们乡里还跟我讲说，你不要找服装业了。当事人讲，伫7月中的时阵，解除隔离要半个月了后，几啊届甲因头家讲，伊想要转去上班，不过头家毋是无回应，就是叫伊搁等一下，互伊是感觉真不满，所以向台北市劳动局申诉，希望会当转去上班。头家这边总算伫8月初同意伊会当转去上班，不过爱调别间店。不日过伊转去上班的头一天，煞搁拄到百货公司的管理人员禁止伊去上班。即卖伊搁指控讲，连要求要爱非自愿离职单甲资遣费，嘛是去互头家拒绝。那现在不让他回去的不是我们，是百货公司。我们从头到尾从来都没有说不给他非自愿离职书，或者是不给他资遣费。资方这边回回讲，这个专柜小姐确诊了后，就算无上班，也是有付伊部分的薪水，嘛答应讲会配合互伊资遣费等等的诉求。不过确诊者复原了后，头家或者是百货公司的管理人员，敢有权利禁止员工上班？如果公司它今天因为营业的需求，可能是因为要配合百货这边的一个相关的防疫措施，进而拒绝这个劳工的这一个提供劳务的部分，那这当然还是要归责于这个雇主的一个原因，所以雇主还是需要去给付工资的。
劳动局表示，员工若学员摕到 PCR 阴性等等的证明，主动讲要转来上班，头家袂当单方面拒绝。若是单方面禁止员工上班，依法要是爱付劳工薪水。也若百货公司管理人员等等第三方是更加无权利要求伊停工。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之前嘛捌讲过，若是拒绝确诊复原的人转去上班，依法会当裁罚，就是要来阻挡对染病复原的人歧视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的统计，最近这4天，台北市过路人交通死亡事故大部分拢是过路人先违规。伫咧今年1月到8月25件死亡事故当中，过路人的违规就占21件，大部分拢是过路人撞过红灯的。明明是青灯，汽车才打要驶过路口尔，却雄雄有人撞出来要过车路。这个驾驶是行一条袂负大东啊，怎安尼弄落？车是来来去去，呼呼叫，民众共款无咧看行人的号志，弄红灯要过车路，有闪过几啊台乌多摆，毋过尾手也是去互弄着。行路人要过车路，现在是传出有车的事故。像这个秒数短短的，你从这边冲到那边哦，秒数都不够。可能想要说抢快一下，对，反正谁都有可能会想要抢快一下就发生。对啊，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根据警方的统计，台北市行人交通死亡的事故，107年28件内底有16件是行路人违规，过当年27件内底嘛占16件。去年行路人违规的比例是大幅度增加，伫咧23件内底就占18件。一直到今年，估是1月份到8月份，全部25件内底行路人违规在身的就甲21件，其中弄红灯的是主要起诉的原因。那警方是解说讲，行路人事故的比例会有关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疫情警戒期间，那车流量少，那行人可能在穿越道路的时候就觉得比较没有车。那等到恢复疫情降级，车流量都增加的时候，行人可能本身的警觉性还没有恢复。警方提醒，虽然民众过车路有优先的路权，不过违规弄红灯，无行花条线，较会造成事故。若是不幸来发生事故，嘛要负部分的责任。所以过车路的时阵，要较谨慎，遵守交通号志，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事件一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内门基山田寮这3区的交界有一个码头山，过去因为粪扫坑大场开发案，前期几落年到当时也未解决，而且最近还有一个市地场要来开发咯，附近的民众是无法度接受。就是尊重咱在地这乡亲，所以要开这个说明会。说明会才要开始尔，头壳绑守护码头山布条的民众是真生气，大声喊违反行政程序。在地三协里的里长嘛真不满讲，说明会也无通知伊去参加，所以拒绝上台背书。大条循环经纪公司按算伫码头山申请新农业循环园区的开发案，26公顷的土地内底有会当饲5000只猪的饲猪场，甲沼气发电等等的设施。不过因为地点伫已经征集真侪年的掩埋场预定地边啊，在地人质疑讲，28公顷宽的掩埋场，而家的环评也未有结果，业者阁要开发破坏生态环境，所以去现场抗议。这个所在不适合开发，不应该开发，而是要变成地质公园、国家自然公园，然后再搭配我们隔壁紧邻差不多100公尺的地方的内门观光休闲园区。不过，开发业者讲，因的设备并不是英国传统的饲猪设备，会当互地方的产业升级，对地方的创新有帮助。希望居民把这两个案件分开来看。我们保留了55%的用地，没有去做开发。那我们16公顷只开发了10公顷左右。那我们这个强度是相对比较低的。那在我们临台28的这个基地，我们有一块腹地我们也是规划来做观光休闲、兼顾环境教育的这样的设施。因为头一场的说明会，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无一个共识，尾手是宣布流会。高雄市环保局表示，所有相关的程序拢还未完成，业者未来都要重新搁办一场说明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姻的顾客要出产咖啡豆仔在地团体伫咧几落年前开始推动咖啡的 DIY 课程，教民众用粗灰管家己烘咖啡豆仔，推广在地农产品。咖啡豆仔伫灰仔罐内底演奏美妙的音乐，
那闻到香公公的咖啡味，就代表这寡豆仔入要烘好势咯。这是华山地区上受欢迎的手作课程之一，为烘豆仔到泡咖啡，民众拢会当家己亲身来体验。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体验看看，它的颜色的转变，还有它的味道。华山地区的自然环境真丰富，伫几年当前开始推动这款无插电的体验课程，互民众用灰压罐来烘咖啡豆仔，唔但呼应环保的概念，也推广在地产业。我们就是想了这个手陶壶。的那个 DIY 刚好就是搭配我们的咖啡节，然后我们有结合一个产业跟那个环境教育的场域，然后用一个不插电咖啡馆。国内疫情渐渐缓和，当地业者也希望民众假日时会当到华山步道行搭体验手作课程，饮一杯清芳佮甘甜的咖啡，同齐促进在地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种米唔是用产地或者是品种来号名，是这种米是为着要捐出去做善事，才叫做福米的。伫咧云林有一个农民传承阿公的精神，一直咧种福米给弱势团体，咱做回来看卖。伫云林市有一种米号做福米，这款米真普通，不过上重要的是对种植开始就决定这款米是要捐出去布施做福田，才叫做福米。因为我的先生阿公吴天使先生呢，从以前呢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那加上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回来从事农作呢，也是因为阿公他那时候辛苦留下来这些农地，让我们有发挥的机会这样子。那我就一直想说。想要把阿公这种乐善好施、为善的精神呢，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要把它延续下去。这款珍贵福米是各路为想要做好大的地方人士出钱，由红雪红来种稻仔，收成了后捐予台中甲高雄的弱势团体。而且这稻仔不是普通的稻仔，是用有机种做的，而且切到是晒日头，用传统方式所种出来的福米，有人讲特别好食。再就是因为我们所种植的这个友善稻米，其实产量并不是很多，所以你要用传统干燥的方式，就是量会不够。加上我们有这个空间，那我还是很愿意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这样子。用家己的心意种出甲人斗相共的福米，甲阿公的爱心传承落去。这福米唔有爱心，更有意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的南边，传统的咸菜汤已经是愈来愈少咯。最近当地永乐社区就找到100年历史的咸菜汤，用一寡汤仔含一寡木材伫鱼湾边起一间户外教室，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去看卖。这款大型的咸菜汤，过去捌是南边重要的经济资源。即马村民发挥创意，将茶汤再利用，结合外来种的音合款木材，要来打造一个渔湾边的户外教室，互后代子孙甲民众熟悉在地产业。会当将那边较早的历史，咸菜是民国60几年的时间，造就那边一寡经济盖风光的时阵的历史，来传承的社会，发挥它的功能。来栽培邻边的下一代。这款真有历史意义的咸菜汤，会当让少年人了解那边祖先打拼的故事。另外，社区嘛用外来种的音合款当做材料，打造一个户外教室，发展在地观光。只去砍除这样子的有害植物，然后来把它做一些木料工艺的展示方面，它很突出。那事实上，在我们林边呢，海岸呢，我们在环境教育上面有我们的专长。那我们在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加入德和的技术的专长。这个户外教室会当推广环保的理念，让大家知影循环再利用的重要性，实现环境教育的意义，阁会当让历史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唔知恁敢捌看过有写台语的手册地杯仔咧？来看亚洲大学学生安怎动脑筋，甲台语小解予少年人。因也希望讲这款作品有一天会当有企业来使用，互无记有少年开实行阁有意义。一杯一杯的手册茶，爱声好料的拢有，往来蚵摇、山野青、甲沙拉柑，顶头有台文字、罗马拼音、台语注音。不过这还无够看，杯身竟然也够有这。有香衣龟，袂晓念的扫这小小的 QR code 就通学，而且阁有造句。乖孙呢，这毋是白啊，这是香衣龟。
有想辅助的手无？毋过，遮尔深色的饮料有钱也无得买，因为这其实是亚洲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大学生今年的毕业作品。大学生若是家己阁想要学台语，但是家庭有可能拢是无讲台语的，安尼要安怎会使家己学习？阮伫网络面就找着讲，原来有台语注音这种物件，其实迄比罗马拼音是较简单，会使直接看，就亮出来台语安尼。我们的插画通常都会结合一些酷手的东西，就是让年轻人感到有趣，可是又跟台湾的民俗有关系的。创作团队5位学生以语言学家吴秀丽的国台对照挂用书店出发，45位注音分别以蓝色甲白色的杯仔甲大纸来分别。蓝就是侪人拢知影的波波猫，那白就是台语的专用符号。即几档有真悬的比例，就是讲搁较侪即个以20岁、23岁即样的注意咱家己的即个台湾土地在地语言，带动台语学习袂歹啦。近期嘛有参加过足侪比赛，像迄美国的 ADC 设计奖，阮嘛有得奖，所以阮嘛希望讲，若是有人愿意甲阮合作，其实阮拢有足大意愿。真正想要把迄台语注音这个物件推广出去。团队前后的设计，对为台湾属机的插图、甲红仔飘、杯仔珠，也搁有设计装饮料的茶仔，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也入围国内出名的设计大奖。因也望台语生活化的理念，会当透过艺术甲实践的设计继续传。记者阿明金林学凯台北报道。2021台湾海洋文化影展伫今仔日开播啊！到11月底，总共会伫10个县市巡回放送40出甲海洋有关系的电影，希望互民众更加了解到咱的海洋。其中开播的影片《平安居》会当讲是全世界头一届放送，透过文化了解到海洋文化对咱的影响甲意义。细只海龟飞向大海，一波海影拍过来就随后降去。这是台湾海洋文化影展开幕片《平安居》的影像。公司导演郭金元记录国内平湖、房安、红头树、小琉球加国外马来西亚、日本，总共5个海龟生态丰富的所在。除了生态，嘛记录人甲海龟为过去到现在互动的改变。早期的迄个民间信仰吼，有真侪人会去拜迄个海龟啊，甲海龟祈求会当赐予迄个平安啊，带来财富。啊，但是这几年哦，阮有看到讲有真侪人反倒会去帮海龟祈求吼，会当为海龟保育，啊，搁想来会当希望海龟会当平安倒转去。哦，这几十年来哈，已经有一个价值的反转啊，所以讲这故事就是要讲这真珍贵的迄个部分啊。文化部主办的2021台湾海洋文化影展9月初1开幕，这是台湾头一摆以海洋文化做主题的影展。文化部长李英德讲，相信透过影像，会使让大家对海洋的认识更加深入。过去啊，就是封闭的。所以我们对海洋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海洋文化教育最后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哈，都能够了解海洋哈，那么亲近海洋，进而去爱护海洋，那么跟海洋共生。2021台湾海洋文化影展有40出海洋相关的国内外电影参展，为9月开始到11月底，巡回10个县市，其中还有甲各地独立册店合作，举办讨论会等等活动，希望大家有更加多认识海洋的机会。记者郭北军、张随台北报道。科学家最近伫咧埃及西部的沙坡发现到4300万年前的新进化石，是一种会当伫咧水里陷陆地生存的4脚海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人类对海洋进化研究过一条线索，埃及科学家进行公布考古新发现，因伫埃及西南部沙漠发现的化石是一种新品种的两侧4脚原鲸。اكتشاف النهارده هو نوع وجنس جديد لم يكتشف من قبل لحوت بر مائي يعني له القدرة على السباحة。新物种用埃及名神来命名，叫做阿努比斯原鲸，生存伫4300万年前，是位于陆地转变做海洋生物的过渡时期。因有4支脚，身长差不多3公尺，体重600公斤，野海真强壮，可能是当时的顶层猎食者。اللي وجدناها كانت عظام الجمجمة اللي زي حضراتكم شايفينها الحجم الكبير ده،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الفك السفلي موجود فيه بعض الأسنان وبعض الأسنان التانية موجودة isolated أو لوحدها。
这是非洲目前发现上早的半水车海翁。事实上，两车四脚海翁化石毋是第一摆出现，进前秘鲁也发现过4300万年前的四脚海翁化石。不过，因为人类对早期海翁进化过程了解有限无济，安努比斯原件发现对科学家继续解谜真有帮助。公司新闻齐焕良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天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共的时间再会。